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4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局勢，聊一聊伊朗老百姓這種抗爭活動。可以說伊朗的局勢叫一波三折，也可以說叫柳暗花明又一村。為什麼這麼說這個跟特朗普的表態有密切關係這一回真的是跟特朗普有關係了。昨天我在節目中說根據各大媒體的報道伊朗人民的這種抗爭活動陷入低谷。為什麼呢？最主要一個證據就是伊朗的神棍當局教士集團他們發動了支持政府的這種遊行示威活動，在德黑蘭，而且這個總統佩泽西奇揚和議長對吧也走上街頭。通常這種政體的國家搞這种活動一般都是一種宣示，也就是國內局勢已經平穩了，接下來就是清算对吧，挨家挨戶抓人。眼看這個活動就要被教士集團給鎮壓下去，哪知道突然峰回路轉。為什麼說跟特朗普有關係呢？因為特朗普是昨天還是前天憋了半天，憋出了大招，居然是貿易戰、關稅戰，叫刺激制裁、刺激關稅。那這樣的話，眼看着伊朗的這個神棍集團、教士集团就要得逞。結果昨天晚上，這個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體上，還有這個在記者採訪的時候，他說伊朗的愛國者們繼續抗議，接管你們的機構，記住那些殺人犯和施暴者的名字，他們將付出沉重的代價。特朗普還說我已經取消了與伊朗官員的所有會晤，直到對示威者的無端殺戮停止。他告訴伊朗人民援助正在趕來，並且特朗普還說讓伊朗再次偉大。這個一時激起千層浪這個是特朗普明白無誤的向伊朗人民發出呼籲。在這個之前伊朗人的這種抗爭活動至少明面上跟美國沒什麼關係當然說這基本盤認為是美國和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對吧，摩薩德在背後搞鬼。但是這樣特朗普公開站出來號召呼籲，明目張膽，那這個事情從此以後跟特朗普就有了密不可分的關係。特朗普所說的援助正在趕來，按照我们通常理解，那應該是武力他總不就是去空投什麼物資吧？援助正在趕來，難道是貿易戰再升級，25%再加到50%？這個時候，我想很多人理解的援助正在路上，恐怕指的就是武力前兩年媒體不在報道嘛，而且特朗普自己也說伊朗的這個教士集團呢，哈梅內伊已經私下跟美國聯繫，要進行談判。特朗普今天說取消一切與伊朗人官方的這種接觸。從特朗普的表態來看他自己也升了一級他以前只是說不允許這個伊朗當局對吧，教士集團鎮壓伊朗老百姓的這種運動，他這一次是公然號召老百姓推翻伊朗現政權，要求這個伊朗老百姓奪權，就是呼籲對吧，接管他們的政府，並且要記下這些鎮壓的人和殺人犯、施暴者的名字，他們一定會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個簡單的理解就是動員令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12日報道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已聽取關於應對伊朗局勢、軍事和隱蔽作戰選項的簡報，這些選項種類廣泛且遠超傳統空襲。報道援引2名匿名美國國防部官員的話說戰機空襲和遠程導彈打擊仍然是潛在軍事行動的核心手段。與此同時，針對伊朗的指揮架構、通訊系統和國家媒體，國防部還準備了網絡戰和心理戰方案。網絡戰和心理戰可以與傳統的軍事行動同時進行，也可以獨立實施。這個特朗普當然不是嘴上說一說根據媒體報道這個美國也有相應的動作。首先是這個央視報道美國國務院已經發布消息，要求美國公民立即離開伊朗。法國也撤離了使館非必要人員，那這就是一個動向对吧？在距離伊朗邊境只有200公里的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美國的 B-52 戰略轟炸機和空中加油機近日也頻繁起飛。神秘的披薩指數也就是五角大樓附近的餐廳的現成這個叫披薩外賣訂單量昨晚急增了1000%，而在抓捕馬杜羅前，這個披薩指數最高達到700%，也就是那言下之意就還有比這個抓捕馬杜羅更大的事發生。根據這個披薩指數來看另外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德國也表態了。這個德國總理莫尔茨的表態呢更直接德國总理莫尔茨聲稱伊朗政權只有幾天或幾週。你看這個更加明確德國总理莫爾茨在發言中聲稱，如果一個政權只能依靠武力來維持統治，那麼它實際上已經走向終結。我認為我們現在正目睹這一
離政權最後的幾天或幾周，他根本沒有通過民眾選舉獲得的合法性。現在民眾正在奮起反抗這個政權，我希望這場衝突能夠以和平方式結束。毛拉政權現在也必須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正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繫。大家也知道啊，這個德國人說話算話，你可以說特朗普這個人不着調，但是你不能說莫爾茨不着調，对吧？德國人是叫人狠話不多啊。當然了，莫尔茨說這可能是伊朗政權的最後幾天或幾周，這個也引起了這個伊朗教士集團的這個憤怒啊。伊朗的外長阿拉科奇反駁反擊德國總理莫爾茨的說法，說在所有政府中，德國政府或許是最不適合處理人權問題的。原因很簡單，過去幾年裡，他公然的雙重標準已經徹底摧毀了其僅存的一點信譽。當伊朗擊敗殺害平民和警察的恐怖分子時，德國總理急忙宣稱暴力是軟弱的表現。那麼莫尔茨先生对於他全力支持在加沙屠殺7萬巴勒斯坦人的行徑又作何解釋？說伊朗人還記得去年夏天以色列轟炸伊朗民宅和商鋪時，莫爾茨先生曾令人作嘔地讚揚以色列。這位德國總理堅稱以色列是在幫歐洲做髒活，這是在幫歐洲的忙。更不用說對於美國最近綁架委內瑞拉國家元首一事，德國一直保持沉默。我的德國同行關於人權和合法性的言論同樣毫無意義，因為他的雇主根本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維護這兩者。請你們有點羞恥心吧！德國最好停止對我們地區非法干涉，包括對其種族滅絕和恐怖主義的支持。要論這個嘴炮啊，這個正義聯盟的這個嘴炮的能力啊，那還是首屈一指啊！大家都知道正義聯盟是哪些人吧？這個正義聯盟的特點啊，那就是嘴上沒有輸過，膝蓋非常靈活。根據新華社報道啊，美國總統特朗普13日建議美國的盟友撤離伊朗。特朗普當天在底特律回答記者有關美國是否建議盟友撤離伊朗時說他們應該撤離，這是個好主意。我們再看看這個歐盟主席馮德萊恩他是怎麼表態的啊？馮德萊恩周二表示他說伊朗不斷上升的傷亡人數令人震驚，我明確譴責過度使用武力以及持續限制自由的行為。歐盟已將整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納入人權制裁名單。馮德萊恩補充道說，在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密切合作下，針對鎮壓行為責任人進一步的制裁措施將迅速提出。我們與勇敢爭取自由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美國的共和党參議員格雷厄姆說相信伊朗最高領袖會遵守核協議的人是傻瓜，並強調特朗普絕非是傻瓜。他警告說鼓動民眾反抗後又背棄支持是比阿富汗撤軍更惡劣的錯誤，而當前伊朗抗議正源於民眾對特朗普的信任。這個特朗普這回肩上的擔子重了實際上根據這個《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特朗普到現在遲遲還沒動手，主要是因為他內部還有不同的聲音。1月12日，援引美國官員的說法報道稱，也就是《華爾街日報》他說白宮內部是否對伊朗動武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以副總統萬斯為首的部分高級官員正在勸說特朗普在發動軍事襲擊前優先嘗試外交手段，就是擋了特朗普一下。那特朗普所以才祭出這個貿易戰關稅大棒原來是萬斯這小子在後面搗鬼報道稱，白宮正在評估伊朗提出的進行外交接觸的提議。多名美國官員透露，特朗普日前傾向於對伊朗動武。美國官員稱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終決定，他計劃於13日，也就是今天與高級幕僚討論各種方案。這些方案包括對伊朗目標實施軍事襲擊或網絡攻擊。據了解萬斯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萬斯總體上不願美國捲入軍事衝突。美國官員還透露，目前美軍在中東地區沒有部署航空母艦，但仍可派出轟炸機、戰鬥機或海軍裝備。與此同時，雖然伊朗遠程導彈能力在去年美以襲擊中遭到削弱，但其仍擁有可以打到阿拉伯半島東側的大量短程導彈。但是
就在《华爾街日報》上述報道發布後，萬斯的發言人馬丁表示，萬斯與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一起向總統提出了一系列選項，從外交途徑到軍事行動，這些選項並未帶有偏見或傾向。那言下之意就是這個特朗普現在暫時不對伊朗動武，不是萬斯一個人的建議還有盧比奧的建議，就這意思這壞事還有盧比奧的份。但是我相信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為什麼呢？大家有沒有觀察到就是在特朗普抓捕馬竇羅這個事情上面，萬斯到現在好像就是完美的錯過了，你看不見萬斯的這個身影，就是盧比奧的蹦輋，這個值得關注。是不是說萬斯在美國對外对吧這些軍事行動萬斯都是持保守態度，或者就是持這種否定的？那麼目前在美國的这個伊朗前王儲叫巴列維，他立馬就着这個特朗普的这個表態他進一步呼籲，他說：“我的伊朗同胞們，正如我先前所言，世界已見證你們的勇氣，並聽見你們的聲音。如今國際社會正在行動，你們或許已聽到美國總統的消息，援助就在路上，請繼續奮鬥，絕不讓政客將這一切正常化。在如此多的流血犧牲後，我們與這個政權之間已隔着一片血海。記住罪犯的名字，他們必將受到審判。致軍隊官兵，你們是伊朗的國家軍隊，而非伊斯蘭共和國的軍隊。你們的職責是保護同胞。時間已所剩無幾，立即與人民站在一起。”那麼有媒體報道特朗普的特使維特科夫已經會見了這個在美國流亡的伊朗王儲巴列維。這個時候會見巴列維幹什麼呢？恐怕也要評估一下，對吧？因為伊朗國內並沒有一個帶頭的這個反對派那我們再看看這個正義聯盟的反應在網上很多網友把俄羅斯、伊朗、朝鮮還有另外一個國家，對吧，稱為正義聯盟核心骨幹呢。首先是俄羅斯的外交部已經在官網發布消息稱，他說華盛頓威脅要對伊朗發動新一輪軍事打擊之主，絕對不可接受。這個正義聯盟的老大表態絕對不能接受美國動武。當地時間1月12日，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發布的消息俄安全會議秘書紹伊古與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電話交談。紹伊古說俄方願意繼續發展與伊朗的合作，雙方同意協調立場，確保安全。紹伊古強烈譴責外部勢力企圖干涉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內政。這個紹伊古首先是強烈譴責外部勢力插手伊朗近期的騷亂，指認其為新一輪干涉行徑，對示威中出現的傷亡表示哀悼，並強調俄伊將繼續保持接觸，協調立場，以共同強化地區與雙邊的安全。宣布莫斯科準備依據2025年簽署的俄伊戰略夥伴關係條約，進一步深化兩國在安全、防務以及情報等領域的合作，但條約不含自動軍事介入條款。這個紹伊古這個時候緊急跟這個伊朗的教士集團聯繫這個就很有意思了。大家還記得應該是24年的吧？紹伊古主持的這個俄羅斯跟伊朗之間的這叫俄伊戰略夥伴關係條約。這紹伊古不是跑到朝鮮去了嗎？朝鮮跟俄羅斯簽了一個什麼類似於這個叫俄伊戰略夥伴關係什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也就是軍事同盟。所以這個朝鮮還派兵到俄羅斯的庫爾斯克去幫俄羅斯人，叫軍事干預。但是這個俄羅斯人和伊朗人簽的叫俄伊戰略夥伴關係條約，但是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兩個人是各懷鬼胎。俄羅斯不想為伊朗背書，伊朗也不想去給俄羅斯墊背，大家還有印象吧？所以他們簽的這個戰略夥伴關係條約跟那個俄羅斯和朝鮮簽的那個地位就低了一半。所以後來對吧，這個美以空襲伊朗的時候，不有記者問拉夫羅夫嗎？說俄羅斯怎麼沒有去幫忙呢？對，還有記者問普京，後來這個被記者問的不行了，普京才說伊朗也沒有提出要求幫忙對吧？你看這就是俄羅斯人的詭辯那協議簽的是白簽的他說他們沒有收到伊朗方面的請求。所以說這些正義聯盟之間實際上表面上看這個調門一致，聲音都挺大，實際上各懷鬼胎那這一次伊朗神棍政權對吧，正在緊急關頭，紹伊古打來的這個慰問電話安撫，但是他又強調一面他是給人感覺在支持這個伊朗神棍政權，
一面啊，他又再次強調說不会自动軍事介入。那言下之意就是，你看我們签的这协議啊，裡面可没有軍事这個援助啊，也就沒有說我要派部隊去幫你啊，你要搞清楚啊，對吧？當初讓你簽這個跟朝鮮一樣的協議，你們不簽，現在不能賴我啊，就這意思啊，大家是知道吧？這個哈梅內伊啊，在這個社交媒體上用俄語發帖子跟美國互懟，用俄語發帖子就很有意思了。當然了，他肯定是自動翻譯的啊，那不就發給誰看的呢？不就是發給俄羅斯人看的嗎？啊，你們就見死不救是嗎？都是正義聯盟，兄弟一場。所以邵伊谷啊，趕緊打電話提示他，哥們兒，咱們是按照俄伊戰略夥伴關係條約行事啊，這個條約裡面可沒有軍事介入這一條啊。所以說啊，這種準同盟跟同盟那還不是一碼事。這個澤倫斯基啊，他也在這個 X 平台上用這個波斯語發帖，地球上每一個正直的人都真誠希望伊朗人民最終能擺脫現政權的束縛。現政權給烏克蘭和其他國家帶來了諸多災難。伊朗當前局勢大規模抗議活動本質上是一場起義，清楚地表明俄羅斯處境將愈發艱難。至關重要的是，世界不能錯過這個可能帶來變革的關鍵時刻。每位領導人、每個國家以及國際組織都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幫助人民追究那些對伊朗不幸現狀負有責任者的責任。一切都可以變得不同。這個伊朗啊，長期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伊朗不僅支持俄羅斯，而且於2023年10月7日發起了就是支持哈馬斯啊搞的恐怖襲擊，開啟南線戰場，分散歐美對烏克蘭的支援，主動為俄羅斯排憂解難，吸引火力，對吧？這一回呢，看誰能救這個伊朗神棍政權。根據以色列14頻道報道稱啊，美國正在為未來幾天內對伊朗發動一次重大打擊做準備。報道指出，此次行動規模將相當可觀，目標是摧毀伊朗政權，而非一次有限或象徵性的軍事行動。根據海外媒體報道啊，伊朗這次暴力鎮壓呀，造成伊朗國內老百姓死亡，這個到底有多少人呢？這數字啊也極不準確，各個媒體報道不一樣，多的啊到目前為止最多的說有12000，少的也說3000。伊朗神棍政權啊，教士集團這種血腥殘酷的鎮壓呀，而且現在啊還有媒體報道，他們正在伊朗國內抓捕那些有這個衛星天線的，也就是不是馬斯克向伊朗開放了這個星鏈嗎？那你得有接收設備啊，伊朗現在就是在抓這些擁有接收設備的，順藤摸瓜，對吧？伊朗進入了白色恐怖啊，血雨腥風。這個網上啊有各種開槍的視頻，槍聲大作的視頻，還有這些遇難者親屬在各個醫院，對吧？在廣場上認屍的這些視頻非常多啊。伊朗自己宣布啊，截止到1月13號，伊朗警察部隊宣布逮捕了297名騷亂分子，這些人曾聯繫過與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和美國有關聯的暴亂組織。伊朗的情報部門發布通報稱啊，在民眾有效配合和情報措施支持下，伊朗安全機構近日在德黑蘭繼續開展行動，又拘捕了一批在近期騷亂中涉嫌組織和指揮相關活動的關鍵人員。聲明稱，被捕人員此前曾在德黑蘭多處區域針對公共設施、宗教場所以及安全部隊實施破壞和恐怖活動。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伊朗反對派媒體伊朗國際報道，超過 1.2 萬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政局動盪中被哈梅內伊政權殺害。報道說啊，這些死亡主要發生在1月8日和9日2晚，數字涵蓋了全國範圍內多個城市。遇害者主要是由武裝力量射殺，其中包括年輕人，很多人年齡在30歲以下。不管人數多少啊，這就是伊朗教士集团毛拉政權呢對伊朗人民犯下的又一筆血債。美國國務院波斯語頻道發表一個評論啊，就伊朗將於1月14日對抓捕的抗議者實施絞刑。評論說啊，超過 1.06 萬名伊朗人僅因爭取基本權利就被伊朗政權逮捕。26歲的埃爾法內·索爾塔尼已被判處死刑，執行日期定在1月14日。此次伊朗政權甚至沒有按照慣例進行那場10分鐘的虛假審判。埃爾法內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或辯護律師的情況下被判處死刑。埃爾法內是首位被判死刑的抗議者，但他絕不會是最後一位。針
針對抗議者的處決浪潮已經正式開始，世界不能對伊朗政權的邪惡行徑保持沉默。這就是咱們昨天說的這個毛拉政權，叫從重從快，從抓到判處绞刑執行不到1個星期，这個就典型的啊，就是邪惡政权。這就是啊，這一天啊，這個伊朗群眾的這種抗議活動啊，峰回路轉相關的一些新聞，可以說啊，這個伊朗老百姓的這種示威活動抗議分2個階段，這2個階段就以特朗普講話為分界線。特朗普號召對吧，伊朗老百姓愛國者，他說這愛國者要走上街頭，要奪取政權，要記住那些劊子手、那些鎮壓者的名字。美國的援助正在路上啊，以這個為分界線啊，我個人認為啊，之前伊朗老百姓自發起來的，那這個實際上跟特朗普沒有直接關係。那後面啊，伊朗的群眾運動跟特朗普就有密切關係。特朗普不能，你把伊朗人煽動起來了，你後面又不管。如果你把這個當作跟伊朗神棍政權、毛拉政權博弈的一個工具，那這個恐怕要擔歷史責任了。如果他是真心的，對吧，為伊朗人民好，關心伊朗人民，那他後面他不能叫撒手不管。有記者問這個特朗普啊，他說你是否希望伊朗實現民主？特朗普說啊，理想情況下我們願意看到民主實現，我們不希望看到民眾傷亡，也希望這些人獲得一些自由。這些民眾長期以來生活在苦難之中。我希望這個特朗普啊，他把伊朗群眾，对吧，伊朗老百姓煽動起來，他應該有後續的進一步的措施。如果沒有，那麼他就會眼睜睜的看着這伊朗老百姓啊走上街頭，然後又被這個毛拉政權給血腥鎮壓，血債一直在積累，流血越來越多。那這個血債就有特朗普的意思。我們俗話說，就你不能忽悠伊朗老百姓啊。所以希望啊，正如這個德國總理默尔茨所說的，接下來啊幾周時間，伊朗的毛拉政權轟然倒塌。到目前為止啊，世界上有3個國家出了大事：委內瑞拉馬杜羅被抓，伊朗全國抗議，俄羅斯深陷戰爭泥潭。當然了，他們都是正義聯盟的啊這個骨幹力量，他們各自狀況各異啊，就是情況不一樣，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不僅是正義聯盟的成員，他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都是一人為大，下面一群既得利益者，然後是老百姓受苦，对吧？这是他們的共同點。有很多基本盤啊，把伊朗老百姓的遭遇，把伊朗目前國內的這個亂象、貧困、落後、對外擴張，對吧？這輸出伊斯蘭革命等等，全部歸咎於美西方的制裁。這個基本盤呢，它也是邏輯不夠清晰啊。為什麼呢？首先，作為正義聯盟的主要骨幹，伊朗左由世界排名第1的軍事強國俄羅斯支持。你看看這紹伊古，對吧？跟伊朗簽的這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前不久啊，俄羅斯的國防部、俄羅斯外交部還宣稱俄羅斯軍力，對吧？世界排第1。那伊朗，對吧？武由俄羅斯，文呢由欽差事遙遙領先，世界，對吧？這馬上就趕上美國的這麼一個經濟體。如果不出點亂子啊，不是出點岔子，2025年就已經超過美國了。這個有很多專家說的嘛。你看經濟上有這個遙遙領先，欽差事遙遙領先幫忙，軍事上由第1軍事強國保駕護航。怎麼區一個美西方制裁？他制裁什麼？怎麼美西方一制裁，他就伊朗就搞成這樣的？你當這2個大哥是吃乾飯的是吧？伊朗好了，那就是這2個大哥的功勞；伊朗不行了，或者那就是美西方制裁，對吧？這個說不過去啊。也就是世界排名第1的武力和排名第2的經濟，2個人共同加持，伊朗都不行，這說明什麼問題呢？然後這個基本盤又指出另外一個原因，說伊朗啊對美帝鬥爭不夠堅決，對以色列也不夠堅決，還不夠堅決啊！人家都挨打的吧，這13天的那個空袭都被揍得鼻青臉腫了，還不夠堅決，還要怎麼堅決？這伊朗的毛拉政權啊，伊朗的這個教士集團，看到大哥二哥這些基本盤這種態度，可以說心碎了一地啊，心寒吶，被人揍得鼻青臉腫，褲衩子都打掉了，居然大哥二哥基本盤說伊朗還沒賣力，三心二意，可見這個正義聯盟啊，你給大哥二哥當小弟也不容易啊。總之啊，這個既然特朗普發出了號召，希望特朗普不要虎頭蛇尾啊，不要忽悠伊朗老百姓。伊朗老百姓已經夠慘了。關於伊朗的局勢啊，咱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